姊妹大家平安，今日是2024年10月25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26篇，耶利米书26章12节到24节，希伯来书第7章11节到20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生存或者是死亡。这世工作是为着人献祭。无论是咱咧讲的赎罪祭，是生祭，是感谢祭，或者是这个烧祭、烧化祭吼，也是其他的献祭，拢是为着互人更较亲近上帝，会通得到上帝赐福甲救恩。那换一句话讲，亲近上帝就会通得到性命。若背离上帝，就要失去性命。神职的工作呢，无啥共款，伊的目的是要爱互人明白上帝的旨意、命令，会当来跟对上帝。上帝赏赐人机会，会当回转来伊，因此伊就要改变心意。无搁再来处罚人。圣经耶利米书26章12节到24节来讲，耶利米就对遐个官员甲人民讲：上主派我来传达伊的话，攻击即间圣殿甲即座城，就是传讲恁伫遮听到遐个话。当恁着改变恁的行为所做、所行所做，听叹上主恁上帝的话，伊就会改变心意，将伊所宣布要讲互恁的知会来取消。我已经伫恁的手头，恁看要安怎甲我处理，就照恁看做对的，好好甲我处理。毋过恁着确实知。恁若甲我处死，恁这个城以及住伫遮，来担害死无辜人的性命的这个责任，因为上主真正有派我来恁遮，将这个话拢讲互恁知。官员甲全体民众就对祭司甲先知讲：这个人无应该甲伊处死。因为伊奉上主咱的上帝的名对咱讲话，有一寡国内长老徛起来，对住这个民众讲：以西家王统治犹大的时，摩利色人米迦对犹大人民讲预言，讲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。锡安会亲像田园互人犁，耶路撒冷会变成做土堆，这个殿的山要变成做树林的山轮啊！犹大王希西家甲犹大人民兼有甲米迦处死。希西家敢毋是敬畏上主，有求上主怜悯，上主就改变心意。无将伊原来所讲的降灾的降落，咱现在煞要家己惹灾厄。另外有一个基列亚林人叫做乌利亚，是西玛雅的囝，伊奉上主的名讲预言，甲耶利米同款讲预言攻击这座城甲这个国家。约雅敬王甲伊的军官员听到乌利亚的话了后，王想要甲伊处死。乌利亚一个听见这个消息就惊，逃走去埃及。约雅敬王派阿吉普的囝伊利拿丹带几内人去埃及，甲乌利亚对埃及掠倒转来交换。约雅敬王就甲伊处死。将伊的身躯ฮ็伫平地的墓地，毋过撒番的囝希西干保护耶利米，无将耶利米交互人民处死。
伫旧约摩西律法的时代，律法是为着要互人得生命，因为遵守上帝律法诫命，就要得到上帝赐福的救恩。透过祭司的献祭，听探经学师的教导，来遵行先知律法的规范，这就是要互咱得生命。但是呢，尾也变质啊，就亲像保罗所讲的，法律是叫人死，因为只有死守，只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恩典，互人活。希伯来书第7章11节到20节，讲到耶稣基督是大祭司，就好像亲像是未记洗的祭司这份同款。以色列的律法根据着利未祭司的制度所办法，这个制度若会当互人完全，哪有需要？毋是照亚伦办处，是照未记洗的办处设立另外一个祭司。既然祭司的制度改变，律法嘛着改变，因为正是书所指的迄位属地别的支族，这个支族毋捌有人伫祭坛前侍奉。咱的主明明是犹大支族的子孙，关系这个支族，摩西捌讲起祭司的事。另外一个亲像未记洗的个祭司，我伫讲的代志搁较清楚，因为另外一位亲像未记洗的个祭司已经出现。伊做祭司毋是根据人的条例规则，是根据未毁坏活命的权能。因为圣经有安尼做证，照未记洗的的办处，你永远做祭司。一方面旧的条例因为无力无路用，煞受废无。因为摩西的律法，什么代志拢无法度完成。另外一方面，有一个更较好的预望已经准备好势，互咱通过这个预望亲近上帝。佮这个预望有经过宣誓，利未系统祭司无经过宣誓。是啦，靠着摩西的律法，袂当互人得到完全。只有耶稣基督是咱更较好的预望、恩典甲拯救。伫咱的周边有侪假做律法规范，想要来牵制人的思想甲作为，也会拢是因人离开上帝，进入死亡的陷阱。基督徒应该爱追求的是顺服主的诫命，领受基督的救恩。诗篇126篇，上主带咱这个受掠的人倒转来释安的时，咱要亲像伫做梦。迄时，咱的嘴哈哈笑，大声欢呼。列国的人讲，上主为着因做大代志，上主实在有为着咱做大代志。咱非常欢喜，上主啊，求你互阮这个受掠的人倒转来，亲像南方大雪的地有溪水搁在流，流目屎也将子的会出欢喜声收割，流目屎带将子出去的会带伊的未困欢欢喜喜倒来。恳求主帮助阮看重救恩，愿意每一天来亲近上帝，跟对主的旨意，领受救恩的恩典。无叫阮过分看重诫命来离开上帝的救恩，来失去永生的性命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